为前副议长詹顺良、前议员詹信凯，到现在的议员曾子杰、谢鸿斌，一直拢伫咧两代三位议员服务处工作，为民众调解纷争。敢若是去年一年来，就调解大约300多件纠纷。长年来如此优秀表现，经过谢鸿斌连续14档得到行政院长奖。市长黄伟哲23日特别前来颁发红榜祝贺。台南市政赞，教民主任荣获我们行政院所颁奖表示说他对于调解业务的一个成立贡献了非常多的心力。总共在东区调解成功成立了164件，那在全部的这个服务的调解成功的数字有高达300多件，可见事实上不但减少了讼累，也化解了纷争，更增加了和气，更让我们许多地方民众的纠纷能够得以顺利解决。议员曾子杰表示，真感谢洪斌主任这一档来辛苦，为民众调解。接续落来，伊也希望曾子杰服务团队会当持续为民众带来更加完整服务，更加优质拍拼。我相信这个荣耀呢，除了是我们谢主任他这一整年的辛苦的这个付出得来的，所以我们整个服务处团队呢，今天是喜气洋洋，那也很感谢他。那常常呢，每天就是在我们服务处帮我们坐镇，然后带领我们这一些中生代的这个团队一起在为台南市民打拼。那希望接下来明年又快到了，那明年之前也希望自己还有这个能力继续带领我们曾子杰服务团队，继续在我们台南市在地方继续做最完整、最优质的打拼。那再次恭喜我们谢鸿斌谢主任辛苦了。谢鸿斌主任表示，在服务处日当来，爱感谢前副议长詹顺良、前议员詹信凯以及现任的议员曾子杰3位议员，可以有机会会当大力协同调解领域，这也是议员为民服务上重要一环。必须要在法治甲真理的基础上，为两者做出上好的建议，降低因为司法诉讼所衍生的社会成本。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